所以伊个半路都拄着啦，这个阿婆来咧面前，真正故事应该讲以前听着吼。所以呢，阿婆啊，你阿婆会点心，阿婆就讲阿婆是点心，我今仔先发到了嘛。啊，你这个是大师啊，哎打钱啊，打这个是金光金啊。哦，你讲你是大师啊，啊你打这个金光金啊。我安尼当中呢，我对金光金一路以来真有意思。你若再甲回答，啊若安尼当中，我点什么钱免钱？啊你若无都无回答，我连你袂听我无袂。所以呢，迄个手机我就讲较厉害。哈，你问别个经典啊，可能我会叫你考。啊，你问我这金光金哦，哈，规套金光金我正规倒规有咱出色，绝对是好办。所以迄个当中呢，你的点是一定我钱免钱，安尼啊。所以就讲，那安尼我请教你一个18分啊，一切都关分的内底，过去先不可得。现在是不可定，啊未来是又不可定，啊你要讲买点心，啊要点什么心？所以迄个时阵，问一个老师，就参像讲淡薄大师，你问着是讲，问我要规矩过去，我点。所以若真正无遇见大成败的这当中，你个真正两个，你讲这该说袂出，该说袂出，所以你阿婆。哦，这个叫手机我阿婆啊，你问我这个话，我是人，我就回答。哦，你是我那是是理想，他阿婆我请教，你学的方法，拢假使人学，拢无安尼，你要爱知影。阮这个整个头一个叫龙潭禅师啊，哦，这个龙潭禅师，啊，这龙潭法师啊，伊拢袂晓方法，啊，我拢袂晓学。啊，你若要爱了解，你直接去找。哇，这个金光法师呢，就是迫不及待，所以伊就开始去找。所以，迄暝讲的，伊就讲，迄个讲的到底迄个机会下，所以咱人怀疑，人拍三看的，所以迄个金光法师就迄个，哦，周金刚就迄个，所以呢，迄个这个龙潭禅师就讲，迄个老大一年，我不等你袂使。你点一个抓点，换点我就走啦。所以知影，迄个抓点点了后，伊个抓点下出固定了后，龙潭法师就讲分我，人金光法师就人生变成。迄个问题对所在，第一，咱的学法，咱拜法，咱拢对，咱拢是外国，咱拢是外在，咱是外，咱是外面的地方，外面求法。外面的球啊，咱拢是外口的地方，但是不讲讲凡所有相，拢做唔是相，每一世人，咱愈啊起，咱愈无着咱去需要的物件，咱愈无着咱去解脱的物件，咱愈无着咱的地位的物件，咱愈无人啊，愈是这个物件，愈是这个物件，所以伫迄个当中，迄个龙潭禅师的迄当中，这是分化了后。咱金光法师人马上就明白，伊啊凡所有相，拢叫这相哪死？伊对你所在，我真清楚。无言伊虽然把出签名，但是咱什么人会比伊更心意更高？我就讲了，我去到台北市，伊我当坐车呢，你讲伊这几人伊我当去买票，伊我当带人。因为我同一个人挂名 MC， 我会 MC， 你知影？我无差，你看有差？伊无差，伊毋是讲你是无差，但是咱识无，咱嘛毋知人去倒拍票，咱嘛毋知咱行去倒，咱毋知影地边咧较熟，对不对？你讲伊前面啊，所以伊就去是咱前面的前面，你讲业务，咱无必要。所以真足侪人。拢叫阮了一个青梅阮啊，阮了一个青梅阮啊，这目光拢叫青梅阮啊咧上名，目光的人拢叫青梅阮啊咧上名，目光拢叫做，因为人欲上清净，天地释名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咱就清净，
伊咱目睭看到伤济物件嘛，外面的物件，地方较济，重要的物件拢伫外口，叫做无妨嘛，咱叫做无妨嘛。咱就目睭青面嘛，虽然你有来看青面嘛，伊拢叫这物件，你看吼，手了了，会无死，会有意的，拢看一寡味好，拢看一寡无用了，拢看一寡无迄个物件。因为咱会靠一个人，咱起码会靠一个人，咱会靠一包堆，叫你看，健康就叫你的，健康就叫你的。所以进步前中，咱目睭用捏在，所以目睭捏就是咱的心灵力量，敢是安尼吼？所以咱的心灵，这种心情，咱的心灵这个心情。所以迄个时阵，万法归一，万法拢都是表象，万法拢都是表象，表象。这个办法的内底，人就给咱归纳，归了自性，这个叫做自性。别穿，别穿，危害叫做自性害。当一味你回到自性内底，人就归。把这个海水，别穿危害同一个动机，是不是呢？咱有法度通把一切法归于咱的自性里头，所以这些一就是讲自性。你学这些表象的物件，就是我咧讲的周天峰，伊要解释你这个办法的物件，文字，我讲一堆，讲到尾啊，愈讲愈会，没有办法对不起。所以我想讲，咱这个内面，所有物件是毋是归这个空？这个物件对象无归这个空，伊拢是这个空的对。伊无对象无离开这个空。这个物件若确定，这个物件拢总袂得着，咱进出必是无。所以这个道理咱来讲，所以咱今日设立达摩，因为伊咧要来传发的时阵，伊说咱叫要有大发叫，所以大家话拢传这个呐，要有这生死法。所以今日伫这个人类当中，达摩创业了后，第一就是做成功而创。那咱如果是讲，伊啊，你看讲。万法归一，介绍袂出来，当然受出骗人，两气门了，那走，人往对这钱，往伊走。听讲，迄个花人叫留伫迄个土骹，迄个土骹爱往外移，超过性命的花，你走袂走？哦，当伊画这个时代叫做时代人来听成功的讲故事。讲到啥物画面？这10年不走，成功不走，成功的任务，你来自是为何方的技术？做嘢要说快也不说，听无？这唔是讲是无是我讲。就讲到这个时阵啊，你开始怎样画面？你在等你想要我在等你。较早在故事来讲嘛吼，讲咧一个讲书嘛吼，讲到出年轻啊，讲到。走到村尾啊吼，村一个伊咧听伊讲法，我做一个讲法听讲法，是讲伊讲了呢，啊有落着即个，啊迄一个头，伊先讲真听，啊无法用心听，我是听过，哦，啊你是安怎听到毋走？我毋是听毋走，我跟人关门咧，因为我跟人关门，因为你个要说爱关门，啊无啥人要关门。开玩笑了啊！所以这个物件来对，我就是大家，所以人讲来是为好好技术，就是大家就话听人家是对。成功我感觉说法，感觉是大家就来听我感觉说法。啊，哪一个人呢？以后慢慢经过你手头，先习惯了经过你手头，以后你原才是。伊讲若你经过我手头，就是拄则，互你用数字甲讲者，迄叫做答，迄个答案经过我手，你来咱摆落去。特别生气就是迄个人的身上，吼，听着着，但是你了后，伊对书啊，答来实在念就答哇，头前念落，伊嘛知影你讲伊啊，所以性命不变。
虽然我咧讲两句厉害，但是我会收回，因为我是一心咧同意，所以用头前，用你头前，淡薄其实跌落啊，那么跌落大会讲，我做头前，伊跌落大会讲，成功用嘅时阵，也是跌落大好行。啲會啊，啲會。淡薄我头壳看真那个，啊淡薄人我夠椒。也在此在，我淡薄那个会讲。淡薄对我讲了，先走一走，走完啦，咱中国有一个叫做少年期，少年期啊，所以伊个少年期咱看叫做成功用到了总不一样，迄阵当时的发展啊，以前像这个少年期的是这个发啥，这个叫什么啦？那个郑州啊，郑州市，河南省。那个是发展啊，咱这种话咧，咱这个时阵，咱台湾做过迄个这个做法，迄是大家认同。所以你迄当地迄都革命啊，所以有些人是讲非常不一样。因为我讲回家的时阵啊，记记的时阵，是靠要补。农会给了，把这个工业心力，你的心能啊，还你心定啊，你爱去做梦，抒发心定啊，你爱去做梦。所以做梦，迄个成功也改变你倒去方改变。所以成功你要把一手两手，做梦嘛，做梦嘛，你倒去方法上面。所以伊个时阵，伊叫做你要去掉左道旁，什么叫做左道旁呢？你公司的道路也好，你要建立物业的，那叫做左旁，听好你袂先个。所以伊想法爱阮事爱我的倒手，怎啊讲？所以事老板也当时也要嘛机会，那也蛮高传播。是咧，等于说明是一直中央会万发得超，你好呀，你把赛了。不知到底一为何，是以成功拜谈，入说少年为何事，只求一举发扬光。这句话，但这个时阵，这淡漠，家己亲亲的当，天王，不知就是讲，我今日。到底。谢谢。不知到底一为何，万方规矩个所在，我说唔该这个是以成功快乐。你说为学中，为说中，为什么代志？要追求这一致发扬，要有这一致发扬。所以今日，目前来是，咱无法这一致。虽然知影，有见到人失去是这样，有一贯的引进端的一贯的端的正法事情嘛，这一贯的端是正法，你好多人末法事情嘛，我才有这个心。你正法事情跟末法事情不是？我想过，慢就跟末法事情嘛，那他了解什么？那什么呀？菜，还有。菜有。你说正法事情嘛，肯定是得力嘛。你进来要办代志，要做错误，那是慢就。当然你嘛是错误的，错慢就多好，也那个伊背啊。但是伊有那伊有义务，这个义务，末法是有义务。义务啊，这个义务
因为伊无这法，无这个命啊，无这个命，是。虽然今日你关大道理这当中叫得到了，一进中央会万法超越，真正有这不可思议的嘢，叫你好嘛修嘞。你爱大体啊，恁个我是无看这个大体，因为我是无看大体。我相信讲，你看迄个大体一定深软不免，一定连带微笑，一定会做出上得。我哩遐啊讲，我哩遐下面咧两个组件，啊下面迄个小弟我来遐讲，人生的死无啥物遗憾的，但是好较早，因为伊会当前到受感，伊当得到，伊当想到，这个是因为伊设计着嘛。虽然咱个大家相处遮久啊，咱会谈嘛吼，面感就是这个到电脑面感，比如讲生活当中青山的什么来讲，讲因今日倒去了后，两个事情，这是必定的。哦，我们不要讲，我们一些细部就有谈，基谈顺就有细。老实讲，妈妈在世让情到受感，妈妈在世会当来上班，这个是真正的，对你的解套那个所在，这不是在开玩笑的。哦，啊，我今日骗咱无熟悉，我这边老师这些来了，因为我比赛，嘛不需要比赛，所以咧打电话，大学一直读书，中学艺术社区，啊，小学艺术社区，啊，希望恁这囝儿的事情，妈妈比较有关，那个继续。我哋个鼓励，但是必要咧办事啦，声音要正好听啦，我就发挥我哋个公司。现在我们手机如果不告诉你说好几次，免得今天都交给医学生，医学如果好几重要，但都是至今记别人家，会当把妈妈在世对完成的大部分你这边的事情，所以这个是认真的。好，今日大毛大叔出来出动，言必之行，就像讲话，你讲话，你讲的大毛我告诉你，讲出来了，吼。对这出彩，今晚我们再清楚了哈。